民协会组织的活动中，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回答了一个维吾尔族年轻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问题。维吾尔人乌布子汗问道：“在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目前有3到5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被中国当局非法拘留，维吾尔族女孩被迫与汉族结婚。您一直在关注和帮助维吾尔人，您在这个问题上曾严厉批评中国。您正在做什么来帮助东突厥斯坦？”埃尔多安回答说：“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我肯你不太了解土耳其维吾尔人的情况。土耳其有成千上万维吾尔同胞居住，我们一直在为他们敞开大门。在与中国当局的会晤中，这个问题始终是我们的议程。我认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美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1名维吾尔高管被调查。据中国纪检委消息，博尔塔拉州副州长、兵团第5师党委常委、副师长马赫穆提江·巴拉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检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当局利用这一指控，逐步淘汰了维吾尔族高级官员，并为汉族干部提供了就业机会。中国外交部指出，中国官员与塔利班著名人士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会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首都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拉达率领的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最后一天到访中国。外交部官员们与巴拉达有关阿富汗现状及和平进程进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发言人耿爽说，中国历来高度重视阿富汗的事态发展，始终致力于推动和平进程，一直同阿富汗各方保持接触与沟通。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博塔德指出，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移民协议继续发挥作用，非法移民数量减少了91%。博塔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移民协议继续给出有效的结果，该协议签署以来，非法移民数量减少了91%。他强调，土耳其和欧盟双方都遵守了该协议中的相关承诺。至于希腊非法移民潮问题，我们继续和希腊当局保持沟通。阿富汗官员今天表示，南部海曼德省据报发生空袭，造成包括孩童约40名平民死亡，相关单位正调查中。海曼德省省长说，这次行动杀死了平民，但人数尚不清楚。海曼德省议员艾昆萨达表示，在婚礼上进行的有40名平民丧生。阿富汗国防部宣布，在针对该地区塔利班的空中行动中，有22名塔利班成员被杀，14人被捕。该部说，已开始对平民伤亡进行调查。